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歹船拄着好港路。一只歹船去拄着好的港路。这句话内底的港路，讲的是船伫海面行的路线。虽然讲船本身的状况毋是介好，好佳在港路真顺遂，规路无风无摇，会当互伊平安顺利到位。这句话是在形容规个大环境的状况真好，就算讲家己的条件较输别人，嘛是会当伫咧投资方面得到袂少的利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